我哋係 RightPick，我係 Manfred，我哋係一間教育科技嘅社企，一直以嚟都以數碼嘅方式幫緊少數族裔共融方面。咁我哋嘅團隊啦，其實有 Harry 啦、CMO，我自己 CEO，Bella 啦、CPO 同埋 Leo。咁 Leo 當日就病咗。咁其實我哋個淵源同 PolyU 都好深嘅，咁包括咗PolyU 嘅 alumni 啦，咁跟住亦都攞咗 PolyU 嘅 microphone 入咗 InnoHub，跟住亦都參加過 PolyU Megaphone 嘅top 10啦，亦都加入咗 PolyU 嘅 alumni。咁其實我哋嘅少數族裔產品咧，咁有幾個嘅，咁包括咗呢個職場廣東話教材，咁入邊包括咗一個 app 啦，亦都有實體嘅對話卡、隨語卡，咁係幫少數族裔提升佢嘅嗰個語言嘅廣東話水平啦。咁然後其實已經係幫咗3000人噶啦。咁呢個項目就係 under 社創基金，咁豐盛嗰邊30萬嘅。咁另一個項目咧就叫做實習評分證書招聘平台。咁其實就已經幫咗300人去獲得實習啦。咁之後其實亦都係幫到佢哋揾長工嘅。咁呢個亦都係 under 社創基金，咁係10萬蚊跟 under Megabay。咁然後我哋亦都試行緊呢個計劃啦，就係幫少數族裔咧就翻譯翻佢哋個網站或者佢哋睇緊嘅有咩問題。咁我哋用 WhatsApp 啊等等嘅視訊通話啦，直接就同少數族裔喺度傾，同佢解答翻啦。其實你睇緊係乜嘢啊？呢個係咩原因啊？咁樣。咁就包括咗上網站啦，同埋用 app 都有幫助，咁亦都幫咗20幾個少數族裔啦。咁而咁啱見到 SN 呢個計劃啦，咁所以我哋亦都將心目中想做嘅嘢透過今次去話俾大家聽。咁希望做一個就 AI 嘅即時翻譯嘅眼鏡嘅，咁可以應用到網站啦、app 啦，同埋日常生活。咁你見到個例子咧，就係即刻你就見到個眼鏡見到嘅網站啦，咩文字就翻譯翻係俾佢個相關個語言啦。咁日常生活亦都可以認到啦，譬如去街市嘅時候都會見到。咁另一個solution 就係 AI 導師啦，亦都係一個透過眼鏡啦。咁喺佢哋上網嘅時候，會即刻話翻俾佢聽，其實用呢個網站或者呢個 app 嘅時候，要嗰個流程係點樣做啊？即係街翻佢咁咩要注意啊咁樣啦。咁另外亦都會 propose 一個嘅 VR 沉浸式語言文化學習平台啦。因為透過呢一個嘅方式，佢哋係可以好into 嘅方式知道同即係香港人之間傾偈可以用咩術語係最啱啊，又或者係過時過節咁究竟喺嗰個文化之下個要講啲咩咧？咁相對於就咁睇片或者睇書嗰個分別會好大。咁跟住交俾 Harry。係咁喺 U Engagement 方面咧，我哋就會透過計劃用呢個 Hackathon、青年大使、同你導師實習志願同埋社群共創等5大活動，咁去幫助大家去強化呢個數位能力，提升溝通技巧。我們曾獲得成大 Tech 300、數碼港 ICT Award、大灣區傑出青年等。我們是教育科技社創，致力於用科技協助少數族裔的數碼共融。我們是 RightPick。